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28，箴言29章18节安尼讲：若无默示异象，百姓就放纵。读这首律法的，就有福气。三甲来祈祷，爱阮有异象，搁这首律法来行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光，照明阮头前的道路；你是智慧，赐下永活的真理；你是疼痛，互阮有赦罪的恩典；你是信实，对阮的应允永无改变。主啊，求你开启阮心灵的目睭，互阮无受世界的迷惑，互阮一世人来忠心跟对你。主啊，阮要谦卑来追求你的心意，恳求你赐阮清楚的异象，互阮通看见你伫教会甲阮生命中的计划，明白你的旨意，行伫你欢喜阮去行的正路。主啊，因为若无默示异象，百姓就放纵。读执行律法的，就有福气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